蔡瀾，全香港最風流嘅男人離開咗我哋，但請記住，佢風流唔係風月場所嘅打滾，而係佢睇透生死嘅嗰種瀟灑，好似一碟清蒸嘅老虎斑，簡單直白又鮮味十足。當然大家記住蔡瀾嘅貢獻咧，係香港四大才子，出身電影世家，出咗幾百本書，有一手好字，仲有幾檔出名嘅電視節目。呢個男人最犀利嘅貢獻咧，係將死亡呢壇發毛嘅豉油醞釀成風味嘅 XO 醬。當世人驚講身後事，佢仲出書專談身後事策劃。臨終關懷項目最後盛宴，3年舉辦咗47場米芝蓮級嘅告別宴。抗癌期間主持蔡瀾人生好味道，打破以往病患俾大家嘅固有形象。所謂蔡瀾風流，原來係用筷子夾起生死線，當沙蟲吞落肚嘅藝術。係有生與死，你又點睇？歡迎評論區留言。